利用机的语音助理来搜寻。水风音乐群。以下是热门搜寻结果。老歌、二胡、古筝、琵琶、钢琴、吉他，他也有用那个人字旁的他。这大陆的简体字跟台湾的繁体字不一样。小提琴啊、古筝哦、箫啊、葫芦丝啊、仙剑啊、自然播放。优秀优秀，可以看那个风景美景，还可以听音乐，还可以看跑马灯，还有那个哲学、历史、寓言故事。好优秀，好优秀。水风音乐也有闽南语歌曲啊，100首。水风机士哦，这么优秀。水风音乐也有萨克斯曲，100首。水风音乐也有佛教、道教歌曲，优秀优秀。